22年前，我哋打開呢道門，只係想證明一件事，就係歲月唔能夠偷走人嘅價值。員工陳婆婆揀鹹蛋黃，要睇色、睇油、睇深，就好似自己咁，皺紋底下要有光。年近80嘅退休黃師傅，有人話佢手震唔做得餅，但係佢做嘅蓮蓉月餅，個個人都話靚。每盒月餅送到你手上，都經過一雙發光嘅手，好似美美婆婆、周叔叔、雲姨姨，係我哋銀杏士多月餅嘅代言人。我哋嘅長者員工會將佢哋嘅人生百味包入每一個月餅，有雙黃白蓮蓉、四黃蓮蓉、金腿五仁、低糖月餅等。呢度嘅員工，佢哋賣嘅唔止月餅，係人生第二場事業。今年等呢盒載住歲月心意嘅月餅代替銀杏館講，好多謝你，仲相信舊嘅嘢可以好好。情滿中秋，親情溫情傳承。